係咪覺得呢個站有啲陌生呢？梗係啦，呢個站咁新，舊年12月尾11號線東源段通車先開㗎。喺江夏北站再搭多個站就到福星地鐵站，取名自附近嘅福星路。咁啱今次細細去開箱嘅新酒店，都係取名自酒店所在嘅街名㗎。去呢間酒店最就腳嘅出口，唔係啊嘛，竟然仲未起好嘅。咁冇辦法啦，咪行多幾步咯。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，簡稱中大八院。不過我哋唔係嚟睇醫生，繼續向前行啦。繼續行過呢個巴士站，沿住斑馬線過呢兩條馬路，冇紅綠燈㗎，小心睇車啊！呢條就係福慶街啦。繼續行多200米左右就到㗎啦，酒店位喺前面咯。呢度啊，細細行咗個幾字先到，位於福慶街嘅福慶酒店，入去 check in 先。酒店房位於呢座大廈嘅1樓，任何人都可以搭 lift 或者行樓梯入嚟，好似冇掩雞籠咁。未入到房已經扣分啦。睇嚟最近嘅酒店興用橙色喎，走廊感覺好warm啊！搵到啦，房門貼房門。哇，肥貓你點入嚟㗎？呢間酒店今年6月先開，有38間房。介紹下呢間正響觀景大床房啊，雙人房平日唔使200蚊一晚，有窗。冷氣控制板喺床頭就揾到。其實呢張床夠唔夠2個人瞓呢？細細同姐姐就唔係咁清楚，要3邊落床就有啲難度啦。而床褥方面呢，細細表示非常滿意，但佢更加鍾意部大電視喎。點解呢？冇韓劇睇㗎喎，得中央台啲普通話西片咋。咁間房仲有啲乜嘢㗎？同埋細細最想要嘅大雪櫃，睇下佢幾興奮。嗱，細細，酸奶係你嘅，奶茶姐姐嘅，咖啡聽日先準飲啊！浴室咁細，當然冇乾濕分離啦。好在沖涼水壓夠，水溫非常穩定，沖涼排水暢順，意想不到咁舒服啊！超強颱風華嘉沙襲港前夕，姐姐同細細嚟深圳唔係為咗避風，係迴避樓上鄰居裝修嘅噪音咋。避風千祈唔好嚟深圳，新鮮蔬菜仲難買過喺香港買㗎。得過一部洗衣機，就唔好話有自助洗衫房啦。起身啦，肥貓，我哋要返香港啊！張床咁舒服，姐姐都想瞓多陣，但深圳就嚟5停啊！不如等福星地鐵站新出口起好先再嚟啦，希望到時價錢同質素依然咁好啦〜